再来看这小琉球呢，有一群点点咧守护海洋的志工，因为17当前伊是看到一只海龟或者希望啊卡掉的影片，所以决定要来设一个志工队出海去清本色。因伫昨是达成第500届的净海的任务，经过17当来这个漂拼，这个小琉球附近的海洋呢是变加较清气，咱来志工队嘛加足欢喜。海洋自动队第500次下海。志工装备穿好，准备伫小琉球美人洞外海落水。哪藏水味，哪清本色。有的伫海面甲卡伫山湖的希望啊加长，有的伫船顶倒集中海洋废弃物。因是小琉球的海洋志工队。4月30是第500摆净海的活动，大约拼出300公斤的沙啊和希望啊。不过志工拢讲有感觉这几年啊海底变清气，看到海龟的几率足悬的。当初开始的时阵吼，伊清出来粪扫的量和今嘛清出来粪扫的量，我拢感觉讲很明显的减少安尼。啊，海底嘛有变干净啊，都在变美丽漂亮安尼。渔民废弃物啦，吼有电池啦，有一款棉被啊，天灯有诶无诶，什么动物哦，阮的物件，阮的纪录片包罗万象。这个海洋志工队成立至今已经17年啊，是一段海龟和希望啊甜调的影片起地，和5位足爱海洋的居民投入行动。对一开始几个人到即马100外人，目前小琉球30公尺内海域废弃物已经清啊差不多。未来宣导的保育是志工团队后一个目标。无第一届嘛，无即届，嘛无第500届啦。所以对阮来讲，500届是一个信念啦，是一个坚持啦。所以讲，是毋是会当搁再继续做落去？其实对阮即下来讲吼，阮是做偌久算偌久啦。希望的是讲有传承，有遮个少年仔，有人会当。志工队讲，每一摆落水拢是对海洋的承诺。头一摆和第500摆是用同款的态度去做，因为小琉球这几年观光发展好，环境压力嘛有增加。志工队嘛深深邀请海面有相同理念的少年朋友做伙来守护海洋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